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2，诗篇99篇90安尼讲：着尊崇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尊重佮跪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阮的拯救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阮要尊你最悬，因为你有照你的信息施行拯救。主啊，你是阮四围的灯牌，是阮的阳光，阁是互阮的头压悬的。阮要感谢你无煞，主啊，聆听你，佮遵守你诫命的人，是落你的慈爱。阮的上帝，阮尊重你。伫你的圣山，阮要诚心向你跪拜。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因为你的名是至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